唔少女性咧反映呢幾年嘅月經週期基本正常，但係咧個量就明顯減少咗好多。咁除咗月經量少之外咧，仲伴隨肥胖啦、暗瘡、面部有斑等等情況嘅。西醫認為咧呢個症狀就常見於多囊卵巢綜合症啦、卵巢早衰等等嘅。咁女子如血為用，血夠咧，月經量就充足。但係咧，現代人咧思慮過度、減肥瘦身呢啲都可以消耗氣血。如果唔及時治療嘅話咧，甚至可以發展為閉經㗎。唔少女性咧就認為月經量少咧就一定係氣血唔夠，其實呢個係一個誤區嚟嘅。就好似一條馬路咧，你想個車流量夠大，除咗個車輛本身夠多之外咧，條路通暢唔塞車咧，其實都係好緊要嘅。我哋今日咧就分成3種症型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平時應該去點樣防止呢個月經量少嘅問題。第一種類型咧就係呢個氣血唔夠啦，呢一種嘅患者咧容易疲倦冇力啦、心悸氣短、頭暈耳鳴等等嘅。咁平時咧可以食多啲雞肉、大棗、龍眼乾或者豬丸等等食物。咁平時咧要戒食生冷嘢嘅。平時唔好通過戒食買飯嘅方式嚟減肥嘅，因為中醫講咧五穀為養嘅，五穀咧先係最滋養身體嘅食物。同埋咧夜晚盡量唔好劇烈嘅運動，因為中醫講究咧天人合一，即係夜晚盡量多啲休息。如果真係好想運動嘅話咧，可以用拉筋或者散步嘅方式嚟代替。湯水方面咧就可以介紹2款嘅。第一個就係五子無肚煲雞啦，同埋呢個蓮藕章魚湯都可以補翻啲氣血。穴位咧就可以平時撳多啲氣海或者關元呢2個穴位嘅。第二種類型咧就係呢個痰濕阻羅啦。呢一種類型嘅患者咧，平時容易胸悶啦、痰多、容易水腫嘅，同埋咧個大便容易稀爛啲，脷苔都比較厚啲。呢一種體質嘅人咧，平時要注意戒口嘅。4個字嚟講咧，就係呢個肥甘厚膩，即係太肥膩嘅食物啦、太甜同埋太重口味嘅食物。我哋平時咧要注意多啲運動，俾啲邪氣以操勞排一排啲濕。所以咧平時要盡量出多啲汗啦，唔好成日喺啲冷氣房入邊嘅。湯水方面咧就介紹3款啦：淮山扁豆茯苓湯、花生眉豆煲雞腳，同埋呢個白蘿蔔鯽魚湯咧都比較啱呢種體質嘅人飲嘅。穴位咧就可以平時撳多啲足三里同埋陰陵泉嘅，就可以起到一個健脾去濕嘅功效。第3種類型咧就係呢個氣滯血瘀啦。呢一種類型嘅患者咧，平時容易暴躁啦、焦慮，同埋咧月經嘅顏色咧係比較紫暗啲，有血塊，條脷咧都比較紫黑色㗎。咁平時食物方面咧，可以食多啲山楂、黑木耳，或者咧煲啲玫瑰花茶嚟飲下嘅。湯水方面咧就介紹2款啦：陳皮佛手瓜煲豬展，同埋呢個益母草、紅糖燉蛋都啱㗎。咁穴位方面咧就可以撳多啲血海同埋膻中穴呢2個穴位嘅。最後咧總結一下，月經量少嘅患者咧，平時嘅飲食、作息都要特別注意㗎。咁嚟經期間咧要戒食生冷刺激嘅食物，要注意保暖㗎，盡量着翻長褲長襪。月經嘅時候咧，避免過度疲勞，盡量多啲休息。咁經後咧就可以食翻啲補氣血嘅食物。最緊要就係呢個保持心情嘅放鬆啦。